咱求信心伫咱的中间，互咱今仔日会当有大大的领受。咱只是着做伙来祈祷。是阮听阮的主上帝，阮要伫你的面前献上感恩。伫主日的早起，阮会当来到圣殿敬拜你，这是偌尔大的福分。主，阮恳求你的信心进入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主啊，互阮会当拍开阮的心，来领受信心的引带。主上帝，伫礼拜要开始进前，阮阁一解要将规个服侍的人员交托仰望伫主的手。阮恳求上帝引带带领阮，互阮所做的服侍会当引带你的百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会当甲你相拄。主，你亲自来使用阮，也来引带阮。主上帝，我嘛要将阮的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仰望，恳求你亲自甲阮伫地，安静阮的心。主啊，互阮独独看见你。主，你亲自来带领阮，也保守阮。主上帝，阮也要恳求你来祝福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会当诚做福音的出口，伫即个社区的中间，互济济人看见望甲听的一个记号，就是伫即个所在，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你听阮，替阮来降生伫世间，救赎阮，互阮会当得到即款的救恩。主啊，阮要搁一解，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仰望交托你，恳求你的信心继续引带。主，今仔日礼拜，阮对头到尾要仰望你，也求你的信心只是进入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主啊，阮今仔日要伫遮甲你相拄。主，阮恳求你引带阮。主，阮搁一解安静阮的心，来听候你，恳求你的神甲阮伫地。阮要礼拜以前，将阮家己摆列，求主你来引带。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哈利路亚，称赞上主，就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线到永远。各位兄弟姊妹，请咱起立来吟圣诗73首，但愿感谢上帝，来学罗上帝。请咱做伙额头来祈祷，请同阮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拣调阮，虽然阮不配，总是你引带阮，互阮每一个人对无共款的角度，因为无共款的原因，经过无共款的过程，来归信伫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大恩典。主，这是我呢大的福分，当阮会当坐伫你的圣殿来敬拜的时，阮就感谢你，因为若毋是你拣选阮，阮决断无即个福气，通好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主，阮也要学习主你的话讲，阮就用感谢入你的门，用学乐入你的院，阮就感谢你，学乐你。因为你是好，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信实到万世代。伫这个感恩的季节，阮也要学习，阮过去先代做农做事的人同款。伫秋天，因有收成，因就献上感谢，伫上帝的面前。伫秋天的时，阮知这是感恩的季节，虽然阮永远拢着爱
存感恩的心来过阮每一日。总是伫一年的中间，阮特别用秋天的时来设立阮的感恩的礼拜。阮特别纪念伫一年来，上帝你的恩典是偌尔大，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你供应阮日常所需要，互阮无抵靠犹豫欠缺，互阮无抵靠，互你的名拄着侮辱，也互阮无抵靠伤过富裕，煞袂记得上帝你的名。主，阮感谢你，伫即个感恩的季节，阮也特别感谢主。你伫100多年前，你就对苏格兰的所在差遣宣教师来到台湾的南部宣教，也差遣你的忠心的罗卜对加拿大来到北台湾宣教。阮所纪念是南部的这个宣教师，阮也纪念伫北部宣教的这个宣教师，特别阮也少年马介牧师，阮也少年吴威廉牧师。因伫早期伫北台湾还阁无福音的时，因就献上因的一生，献上因的性命，离开因的故乡，因的亲人，来到伫即个偏远的所在，因学习阮台湾本土的语言，因学习阮本土的食食，因甲阮本土的同胞做伙生活，甚至伫因宣教结束因一生的时，因也将因的骨骸来带伫台湾，因奉献因一生，因的生命，因的肉体，拢伫阮的台湾。哇！这是偌尔大的福分，这是偌尔大的恩典，对上帝来。主，阮感谢你，你互阮会当分享你尽忠的罗卜伫台湾所献上的这一切。伫阮后代，伫阮即个时阵，阮也思考，我要怎样将即款的恩典，会当互阮的下一代、囝儿孙，互因会当继承上帝你的恩典。互阮会当将主要所基督救赎的大福分，会当来，互阮的下一代来继承。互你的教会伫这个所在，日日得到成长，日日得到长大，会当将福音讲传伫北台湾，伫全台湾。主，阮恳求你催逼你的儿女的心，互阮每一个阮当信的兄弟姊妹，拢共同来背即个福音的即个重担，互阮会当靠主来得胜。虽然伫台湾要传福音，实在是真无简单，因为阮有95%的同胞也阁毋信主。总是恳求主，你赐平安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你也赐智慧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上，互阮会当共同来组织，阮共同来计划，阮共同倚靠上帝圣神的差派，互阮会当伫台湾的逐角落来做福音的工作，互阮引带阮的同胞、阮的兄弟姊妹会当来信主，互阮台湾诚侪上帝你所欢喜的国度。主，阮也要将阮心所爱台湾这个国家仰望伫上帝你的圣手，求你来翻转台湾，互阮会当，互台湾诚侪敬拜上帝的一个国度，互台湾诚侪上帝你所宝贝的一个国度，你就要保守，你就要疼惜，你要保护伊，免得受到任何的侵害。主，阮感谢你，阮这个时阵伫你面前的敬拜，也愿主你欢喜感纳。阮要用感谢献祭伫你的面前，愿你欢喜。这时阵，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阮做伙来祈祷。
这时阵，咱掀开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22篇，启应文22篇也是诗篇103篇，请咱来交托。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以下面你拢总的罪，以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好物祝你的心愿。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当离开西有偌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因为伊知咱的体质，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经过风一个吹就无去。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恁遮个有大权能的天使啊，听伊的声，听伊的命令的，拢着学乐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各位，拢着学乐耶和华。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阿免。圣歌队要带咱来学乐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是：我心充满感恩无煞。
伫上帝面前献上咱的感恩。这时阵，我要来强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7章11节到19节，伫现代台语译本新约的部分177页。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中，经过撒玛利亚甲加利利的交界。伊入去一个庄舍的时，拄到10个麻风病人，因徛伫远远的所在，大声喊：“耶稣老师啊，怜悯阮！”耶稣一个看到，就甲因讲：“恁去互祭司检查。”因伫路中就得到清气。其中有一个看到家己的病已经好，就倒转来大声学乐上帝，趴伫耶稣的脚前，甲伊感谢。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问讲：“敢毋是有10个人得到医好，还有迄9个伫倒位？这个外族的人以外，敢无人转来感谢上帝？”耶稣就甲迄个人讲：“起来，转去，你的信心有救你。”以上是上帝的话。今仔日咱本堂四小的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献上感恩，诚做好礼，诚做好礼哈！请咱用恭敬心来领受。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当年的11月，上帝就带领咱渐渐进入到伫感恩的节期，煞接着要进入大港节期来迎接圣诞节。所以，不管是11月的感恩节，还是12月的圣诞节，拢是值得咱欢喜庆祝、甲自我省察的时刻，也是咱向上帝献上感恩、活出互上帝欢喜的时刻。在领受上帝话语之前，咱先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主上帝，阮要伫你的面前献上感恩。主伫感恩节的时刻，阮将家己带到你的面前，就是要向你来献上感恩，因为你对阮的恩典极大。主啊，互主耶稣诚做好礼来祝福伫阮的生命中。主，阮只是恳求信心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互阮每一个人陪伴阮的心，拍开阮的心，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诚做阮的帮赞。主，阮要搁一摆恭敬来到你的面前，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一天，妈妈看到读国民学校的囝，非常专心在写物件。妈妈就甲伊问：“囝，你遮尔专心在写啥物啊？”囝讲：“哦，我是在写互你的孝单啦，是要互你的哦，你的哦。买牛奶、走路工20块，摒扫房间100块，洗碗盘50块，洗便所60块，啊，搁有这。总共是1200块。”妈妈笑笑咧，望伊的囝头，将孝单摕入去房间。过无偌久，妈妈嘛摕出另外一张纸来，对伊的囝讲：“囝，妈妈我嘛有一张孝单要互你的哦。”囝讲：“啥物孝单？你敢有替我做啥物嘛？”妈妈讲：“妈妈怀胎10个月，冒着性命的危险，甲你生落来，免费，甲你饲奶、换着珠啊、教面照被，免费。你破病时发烧歹腹倒，爸爸妈妈无眠无日来照顾你，安那免费。
趁钱互你读书生活免费，替你煮饭洗衫免费，对你出世到现在，为你全部做的一切拢免费。还阁有哦，未来阮还阁要陪伴你成长，所有的费用永远拢是免费。各位兄弟姊妹，拄则司会长老带咱做伙来读的圣经《路加福音》17章11节到19节，记载着耶稣有一摆进入到一个庄城，有10个太过病人、麻风病人，伊大声话讲：“耶稣老师，可怜阮吧！”耶稣看见，就对因讲：“恁去互祭司检查。”兄弟姊妹，这10个太过病人，因是用信心来回应、来顺服，而且是照着耶稣的话去做，所以因拢得到清气，得到医治。各位兄弟姊妹，伫遮要甲咱讲，咱的身躯要得到医治，甲相信耶稣、听叹耶稣的话，搁实际去行出来。这几项拢有密切的关系。当这10个太过病人因安尼做的时，因全部拢得到医治啊！但是原本这10个人是一群同病相怜、互相扶持的一个团体。当因得到医治了后，这个团体受拍破，因随人行家己的。因为得到医治了后，因大身所受到的是啥物？因大身所受到的就是家己啊！是受到以后，我要安怎来生活落去？或者是讲，我大身要赶紧转到我的厝里，甲我的厝里的人报好消息等等。所以10个人的中间，只有一个人，伊看见家己已经医好啊，就连味倒转来，大声学了上帝，而且归荣光给上帝，拍拜伫耶稣的脚前，感谢耶稣。圣经甲咱讲，这个人是外族的撒玛利亚人。兄弟姊妹，路加福音的作者要通过这个记载，甲咱提出一个重点：到城的人，拢只是知影要来行上帝的命令，但是只有一城的人，毋若知爱遵守上帝的命令，而且是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佮用行动来回应，所以感谢俄罗上帝。这一城的人，才是真正上帝唯一的实践者。莫怪耶稣会对迄个撒玛利亚人讲：“起来，转去，你的信心有救你。”兄弟姊妹，耶稣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毋是10个人，所有的人拢得到医治，得到清气啊嘛？不过只有一个外族的撒玛利亚人倒转来耶稣讲感谢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外族的撒玛利亚人，因倒转来甲耶稣讲感谢的话，伊才有机会会当甲耶稣面对面，甲耶稣交陪，亲身经验认捌这位生命的主。各位兄弟姊妹，伫台湾的民间宗教信仰中，咱常常看到济虔诚的善男信女，伫神明的面前拜搁拜，磕头搁磕头。咱袂当讲因无信心，因求神明显灵，医治因的病痛，解决因的问题。无的确，因嘛得到医治，问题嘛得到解决。但是因甲神明的关系就到这为止。只要后厝搁拄着病痛还是问题，搁来拜神明就好啊。
不可否认，咱有诶基督徒嘛是安尼，也是祈求上帝会当医治病痛，解决问题。一旦咱诶病痛得到医治，问题得到解决，咱甲上帝诶关系也是到遮为止。咱也是等到后厝，佮拄着破病或者是问题诶时，才佮来祈求上帝就好啊。兄弟姊妹，想看觅，咱甲上帝诶关系，是毋是只是停留伫家己诶利益顶悬尔尔？真侪时阵，咱对别人替咱诶付出，拢看做是理所当然，却毋知感恩。特别是咱对咱至亲诶人，亲像牧师讲道一开始所讲诶例，囝儿总是认为父母所做诶一切拢是应该诶。有诶翁仔某中间嘛是安尼。相款诶道理，基督徒拄着困难，咱迫切祈祷，咱嘛认为上帝应该帮助咱。但是困难一个过，咱却将上帝放伫一边。所以耶稣伊提醒咱，信者诶医治，并毋是等于得到上帝诶救恩，也就是讲，知影感恩诶人，才是身心灵拢得到拯救。也就是讲，只有知影会对上帝感恩诶人，才甲上帝诶救恩有直接亲密诶关系。对圣经中侪侪信仰前辈诶表现来看，因通常拢是用感谢懊恼诶行动来表达因对上帝诶感恩诶心，来显明因伫上帝面前诶信心，用安尼来维持甲上帝正确和好诶关系。特别咱会当伫保罗诶批信中，咱常常拢会看到伊讲一句话，伊常常讲：我感谢上帝，我感谢上帝。保罗用这句话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所以感恩是一种态度，感恩也是一种习惯，感恩更较是一种行动。所以爱时时刻刻去练习，养成习惯，安尼咱才会有一个感恩的心。牧师要建议练习感恩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伫顺境中爱及时感恩。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太太为着伊的家庭付出所有的一切，却从来毋捌对伊处理的任何人得到一句的感谢还是懊恼。有一天，伊就问伊的翁婿：假使我若是死，你会买花替我来布置花场无？伊的翁婿听到非常的着惊，讲当然嘛会。你在黑白讲啥物？这个太太非常震惊，甲伊讲：等我死的时，你送搁较济花互我，嘛拢已经无啥物意义啊！你不如趁我还搁活的时，送我一蕊花，一蕊花就有够啊！就亲像咱台语常常讲啥物，生前一粒土豆，看赢死后安那拜低头。今仔日经文得到医治的撒玛利亚人，伊就是得到医治，感受到顺境的时，伊马上抓到机会，及时感恩。这互伊毋但身躯得到医治，搁较互伊因为及时的感恩，有机会当面得到耶稣的肯定，而且亲身经验认捌这位生命的主。亲爱兄弟姊妹，会及时感恩的人，是对上帝救恩的认捌有偌济，甲家
己的属灵生命是毋是成熟的重要指标。也就是讲，一个人对上帝救恩的认捌有偌济，伊对上帝感恩就有偌济。相反，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有偌济，即个人的感恩也会有偌济。就好亲像一个婴仔，伊毋知影啥物叫做感恩，因为伊只是知影家己爱啥物、需要啥物，伊毋知影去感恩。这是因为伊的心智还阁是幼稚无成熟。所以一个人会晓感恩，也是袂晓感恩，马上就会显出伊生命真正的状况。相反，当咱若是哪认捌上帝救恩的时，咱就哪自然哪想要感谢上帝、感谢身躯边的人。牧师知影，咱中间有真侪人，咱无表达，并毋是表示咱心中无感恩的心，因为咱只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啊！咱足侪台湾人拢是足必须爱你在心，口难开。但是牧师要提醒咱大家，毋通阁用我没关系啦，哎哟，我歹势表达啦，我嘛毋知影安怎来表达等等，来失去增加彼此感情，或者是互家己信仰生命长大成熟的机会。一句感谢你，一通电话，一份礼物，小小的礼物，一个笑容，也是一张卡片。讲到卡片，咱的教会足体贴。当年的感恩节，咱拢会提供感恩卡予大家来表达你的感恩。毋茫咱会当叮当咱的手来写感恩卡，表达感谢，增加彼此的感情。也互家己的人命有成长的机会。只要是出对咱真心诚意，亲像这个小朋友，伊才1年1年级，必然会互双方拢得到祝福。亲爱兄弟姊妹，互咱就对今仔日开始，学习勇敢上帝、身躯边的人，表达心中的感恩。及时表达感恩的心甲行动，相信会带予咱的生命搁较侪祝福甲喜乐。第二个方向，就是伫逆境中搁较爱感恩。各位兄弟姊妹，实际上美国感恩节的由来，并毋是一群人因生活伫一帆风顺、受到上帝祝福的环境中，因来献上感恩的。感恩节的由来是这群人，因坐船到伫新的国家的第1年，生活伫艰难困苦的环境，甚至是面对因中间有侪人死亡的事，因真实经验到上帝的恩典，因献上的感恩。有一天，一个失恋的人伫公园内哭甲真伤心。有一位老大人就行来，看到伊，甲伊轻声甲伊问：“朋友，你发生啥物代志？为啥物哭甲遮尔伤心？”这失恋的人伤心讲：“我真艰苦心啊！为啥物伊要来离开我？”无想到这个老大人听了后，哈哈大笑讲：“哎哟，你真戆！”失恋的人听到非常生气呢，伊讲：“你这老大人哪会安尼啦？一点同情心拢无。我失恋已经真艰苦，你无安慰我，阁甲我笑，阁甲我骂。”老大人甲伊回答讲：“公仔，你根本就无需要艰苦心，真正爱艰苦的是伊啦，因为你想看觅。你只是失去一个无爱你的人，伊却是失去一个疼伊的人。疼人甲互人疼，你讲啥人较幸福？
啥人较吃亏？亲爱兄弟姊妹，照咱人的本性，在艰苦失望中，艰苦心悲伤就袂赴啊，哪有可能会感恩呢？兄弟姊妹，咱阁想看觅，实际上，互人伤心艰苦的，往往毋是环境甲事件本身。其实，互咱艰苦心的是啥物？是咱面对即个环境甲事件的看法甲态度。只要咱随时存着感恩的心，危机往往也是一个转机。这个转机就真做改变的机会。所以有人将创世纪50章20节，甲伊解写，这是约瑟对伊的哥哥所讲的话。解写啥物？伊讲：人的恶意也能成就上帝的美意，人的歹意也会当成就上帝美好的意思。伫逆境中的感恩，是爱不断受到上帝良善甲上帝恩典。神伫亚利米讲，耶和华讲：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感恩是因为咱对上帝有信心，是咱相信掌管万物的上帝，伊袂出伫歹意来款待咱，因为凡事拢有伊的旨意。所以伫逆境中爱感恩，是互咱学习拍开属灵的目睭，去看见上帝安怎伫咱的生活中做工。虽然感恩袂互咱的痛苦马上就消失，但是感恩会帮助咱看清痛苦，看重上帝的恩典。美国耶鲁大学的校长彼得沙洛维，伊伫2014年毕业典礼顶悬，伊演讲的题目叫做“感恩的能力是一种核心竞争力”。伊讲，内心有感恩的人，真少会去怨妒别人。充满感恩的人，会当更较好来面对生活中的压力，有更较强的抵抗力。就算伫困境中，因也会当发现美好的事物，互其他人更较意爱因。更较重要的是，人更较愿意去帮助遐个过去一直感谢因的人。亲像讲道了后，咱要做伙来唱诚信诗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这首诗歌提醒咱，天父上帝恩典大过一切艰难困苦。当咱用感恩的心来面对的时，感恩的心会引带咱超越逆境，将危机变做成长的机会。最后，互咱加做好利，好利。有人讲，一个人伫不幸的事件顶面，会当献上感恩，安尼不幸的事件就会结束。一个人伫幸福的环境中，会当献上感恩，安尼幸福的感受会延续。亲爱兄弟姊妹，感恩的行动，互咱明白上帝旨意，互咱更较亲近伊，更较亲像伊，而且是活伫伊的旨意中。感恩的行动，也是互咱将幸福一直延续落去。感谢上帝，互咱有机会加做上帝祝福人的器具，学习耶稣，加做一份好利来祝福人。圣诞节就要到，这是咱每一个人会当加做好利、好利，互主来用的一个机会。今年教会伫圣诞节期的时，
信仁牧区，互各小组用无同的时间来举行圣诞福音的聚会。毋但期待咱会当引带未认捌耶稣的好朋友做伙来，也期待教会内未参与伫小组的兄弟姊妹，也会当进入到伫小组。明年咱的教会就是设到几年111周年，所以教会有定一个目标，就是一人一小组，一人一服侍，一人带一人。111，一人一小组，一人一服侍，一人领一人，互咱每一个相连人做伙往目标来向前行，参与伫上帝国的扩展。毋望咱会当对今仔日开始，咱设定一位咱要引带的好朋友，每一工替伊祈祷，而且邀请带领伊参加你所参与的小组。若是你还未参与伫教会任何小组的兄弟，等下礼拜煞，伫礼拜堂的外面会当信仁牧区的干事玉成来登记，将你的名、你的电话、甲你会当的时间写落来，交互伊，互教会来替你安排适合的小组。安尼，我甲你通知的是，你着爱带你家己，甲带你的朋友。做伙来参加教会为你安排的小组的福音圣诞的聚会。伫小组内面，咱也会做伙来做有象征耶稣基督降生意义的圣诞贺礼树，圣诞 Holy Tree， 会当通过这丛树，互咱明白啥物？互咱明白上帝的囝儿。拢是领受上帝护理的人。这五个色彩，伫基督教宗教艺术中有代表伊特别的意义。亲像黑色，伊就代表罪恶；红色就是代表救赎；白色就是代表圣洁；绿色是代表新的生命；金色代表上帝的荣耀，所以这丛树的意义就是讲，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替咱的罪死伫十字架顶，耶稣流血来救赎咱，耶稣伊就食做咱生命中的护理，互咱得到改变，得到新生命，就是咱爱用护理的生命。伫生活中来荣耀上帝名，所以咱就要学习耶稣，互咱家己诚做祝福人的护理，用护理圣洁，互主欢喜的生活，见证主的名，互主来用，诚做别人伫福音的道路顶悬的一份护理，来祝福咱身躯边的人。咱在英文的思想 think。甲感谢 thank， 其实这只有中间一个母音不同，但是因是真正有关联。意思就是，当咱在思想上帝的恩典的时，就不得不感恩。感恩的生活乃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完美表达，是咱努力的目标。亲爱兄弟姊妹，伫这感恩的节期，互咱向上帝献上感恩，诚做护理为主来用。咱做伙来祈祷。听完的主上帝，我们搁一届伫你的面前献上感恩。主愿知，阮是有罪。袂堪得恩典的人，总是你互耶稣降生伫即个世间，担当阮的罪，救赎阮，互阮会当有机会来改变，得到新生命，会当诚学习耶稣，诚做圣洁，互主你来使用。主伫圣诞节期要到的时，
我们搁一摆将阮家己献上，恳求你来感动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通过耶稣的降生，互阮会当将即个好消息搁较侪人来传播。主啊，你帮助阮伫阮的生活的中间，会当有好的行为，互主欢喜，会当为主做水的见证，互阮会当向上帝献上阮的感恩，互阮诚做好利，互主你来使用。阮伫主的面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阵，请咱拢起立，咱来吟这首《天父恩典真正大》，咱来吟2遍。这时阵，咱来奉献。
请咱起立，咱来做奉献的感谢。对面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阮今仔日伫你的圣殿来敬拜，阮也要思想上帝你所赏赐阮的恩惠，阮也要学习做世人，伫秋天的时将因收成的献上伫上帝的面前。阮也感谢主，阮也要为着阮今年阮所拯救的灵魂献上伫上帝你的面前。阮也要用感谢做祭献至上帝你的面前，愿你欢喜甘乐，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本周特别事工，咱今仔日是咱的教会所定感恩节的主日。咱礼拜中特别为着教会的事工做感恩的奉献，互咱时时来孝念上帝的恩典，日日分享主的慈爱。并且透过咱的奉献参与来支持教会所有的宣教事工。具体关怀，真毋甘咱本会会友老树拿兄弟，就是老建良长老的弟弟，伫11月17安歇主怀，定伫12月7，就是这个拜五早起10点，伫第2殡仪馆景永楼至善二厅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感恩节音乐会要伫客厅中昼12点45，伫咱10楼礼拜堂这个所在来举行。节目真丰富，有真侪的团体单位，请咱家己来看，也佫有感恩的见证的分享，欢迎兄弟做伙来参与。感恩节的活动，团部委员会为着大家来准备即个卡片，有2张的卡片，拄则四牧师伫讲道中已经有甲咱讲，即个毋是要互咱摕转去做书签的，毋是即个是要互咱写字写讲要甲啥物人感谢有可能是咱的朋友，可能咱亲人写的时阵，咱会当面对面来交互伊啦。你若较歹势你怎寄互伊嘛不要紧咱过去咱有替咱的会友讲较歹势，拢咱替伊寄。今年想讲大家较袂晓歹势所以咱就无替咱寄请咱家己寄这2张对顶礼拜开始发咱较侪张对无咱拢总因为咱旧年有发结果剩真侪啦，所以表示咱的。即个行动佫无啥够拄则咱的四牧师有甲咱讲，佫咱佫做秘书所以今年咱的印的数量共款今年有较侪人摕所以咱即场咱即场个礼拜我看敢剩20-30份尔套啦20-30套所以确定你若袂摕着确定出去爱甲配方长老关于甲摕无确定你会摕无没了已经没了已经没了哇！安尼好，安尼咱家己买卡片毋好讲伊今年因为无卡片，咱就无感恩家己买卡片来向咱的亲友还是亲人来说多谢吴威廉牧师安歇100周年的纪念研讨会，伫即个拜六12月
无伫12月初9吼，毋是即礼拜六是落去的迄个礼拜六，12月初9早起是9点到下晡4点，伫咱10楼礼拜堂吼，即个检讨会是安怎吼？因为咱举行足侪活动，要纪念吴威廉牧师，可能咱会友对吴威廉牧师毋是遐尼熟悉吼，这是真自然啦吼，但是因为吴威廉牧师对咱北部的教会实在是太重要吼，所以咱教会有即个福气，将吴威廉牧师安息100年，即年咱甲伊当作是咱值得咱来纪念伊学习，会当做传承，决志咱要继续伊的宣教的精神，咱要继续伊宣教的工作，所以咱就办真侪活动吼，包括咱有出儿童的即个绘本。咱有做即个青少年的即个动画，确定咱会去看。包括咱办即个研讨会，这拢有意义。包括咱伫10月2日，咱有办一个音乐会，拢真鼓励咱大家会当来参与。主要毋是要参与活动，主要就是讲咱来了解吴威廉牧师伊宣教的精神，看咱要安怎用咱的行动来继续伊的工作，伫咱即个世代。所以请咱大家会当来斟酌来报名，需要报名，因为需要有备咱的午餐吼，所以请咱一定要报名吼。遮有一个 QR code 吼，所以咱会当扫描 QR code 来报名。过来第7就是吴威廉牧师安息100周年即个青少年的影片吼，咱有即个动画，咱即阵会当来看吼，即个动画。在台湾，说到宣教士、盖教会、盖学校、盖医院，那么你想到的一定就是 George Leslie Mackay 马街，没错，就是马街。但你有想过吗？为什么在马街之后，好像就不知道有谁了？难道其他宣教士没啥贡献 ？No， 其实马街有一位接班人，在台湾也待超过30年。他讲一挂认真的台语，热爱台湾炒米粉，甚至设计了好几座古迹及建筑。他就是 Rev William Gold，William，这很好懂，听起来很厉害啊，怎么没听过？其实正是因为这个威廉，让其他宣教士从大众视野渐渐淡出了，听起来很不错吧？今天就这是片段吼，我参与伫中间吼，我讲这个声音听起来敢若毋是真尊重安尼吼，真庄重吼。但是制作的单位讲，即马少年拢爱即种声吼，所以因为这是要互少年来看，所以讲可能即个阿伯老较老酷酷的，袂惯势即种声音，因为这少年爱即种声音吼。这是要互少年人看的吼，要将咱要传承的传互下一代，所以他用因的言语，用因的言语吼，互因会当来传承这重要的这个宣教精神吼。我则阁有补充几点，咱来看咱的周报的第7页。第7页教社委员会有一个2024年的急难救助训练吼，这咱顶摆捌办一遍吼，这是阁有另外一遍，所以请咱会当来参与啦吼。这是后盾计划吼，这是针对讲咱若是有发生战乱，还是讲有天灾。有这个在的时阵，咱会当就近就会当帮助人，这真好的一个学习。所以，请咱较青少年的，我顶摆有报告拄好我师会有报告吼，就是像我这个年纪就毋免来参加吼。我这个年纪以上啦吼，因为咱就需要人帮忙啦吼。无我讲这是讲笑吼。你若是感觉你体力会使，你会当共帮助拢来学，这是一个技巧吼技巧。包括讲共指挥啦、共急救吼，这拢是足重要吼。若要甲人爱叮当的，迄咱就毋免啦吼，都较少年来参加吼。所以请咱会当斟酌这个训练会，咱来报名。掀开第9页，咱有咱的幼儿园咧招生，请咱关心吼，咱的幼儿，咱厝里有迄个幼囝吼，要读幼儿园，咱请咱会当来关心这个招生的消息吼。煞尾咱来看13页，咱作少掀到13页吼。13页才有一个数字吼，请咱来看吼。YouTube 的后端报告，
即个就是讲，咱咧逐场的礼拜，咱有做直播，直播共即个时间哦，咱礼拜时间伫线上咧，甲咱做礼拜，拢总有偌济人咱来看吼。伫顶礼拜台语第3场台语礼拜，甲咱做伙咧做礼拜伫线顶的吼，有136位啦。位置的位吼，毋是人数吼，有可能一个客厅有3、4个人伫遐做礼拜吼，所以有136个所在，甲咱做伙咧做礼拜，伊是伫线顶吼。我嘛要伫线顶来呼吁线顶的遮兄弟姊妹，伫疫情已经过了，你若是无受到阻碍，身体好势，请你赶紧爱倒转来参与伫咱的实体礼拜。有可能你真久无参加圣餐，咱后礼拜就要圣餐礼拜吼，请咱会记吼，咱会当来参与实体礼拜，来参与圣餐，领圣餐吼。以上报告。这时阵来请牧师来欢迎来宾。这时我要来代表双连教会来欢迎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甲咱做伙敬拜上帝的兄弟姊妹。我遮有2位吼，第一位是陈慧玲姊妹甲郑洪恩兄弟，请问伫倒位？伫遮。郑洪恩是姊妹吗？弟弟。OK， 伊是咱明园长老的朋友吼，欢迎吼。等下，阮有爱网接待同工会带你到我们的新朋友接待地方。毋过毋知影还阁有人无第一届来无写着咱的留名卡无？有无？无吼。好，安尼咱即时做伙来牧养代祷。天父，阮的主上帝，阮要伫你的面前献上感恩。因为你的恩典是满满，主啊，阮恳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伫顺境的时，真正是会当及时来感恩；阮伫逆境的时，搁较会当有上帝你的信心来引带阮，搁较看见上帝你的良善，甲上帝你的恩典。主，阮即时要为着阮的国家头前的路，阮的总统甲立委的选举，交托仰望伫你。恳求你的信心来祝福阮，也祝福阮的国家，也祝福主啊！阮嘛要将阮的教会交托仰望伫主的手，你来使用阮的教会，无论是本堂，无论是分堂，抑阁是机构，主你拢互阮诚做一个福音的出口，引带侪人会当来认捌你。主，阮嘛要为着阮中间有人有身躯白疼的，求你来医治因；心灵有软弱的，也求你的光照伫因的心内，互一切黑暗会当来离开。主有欠缺的，也恳求你来补足。主，阮要搁一届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交托仰望伫主的手，恳求你来帮助阮，会当诚做你要使用的器具。主，互阮无论到倒位，拢会当为主做水的见证。主，阮搁一届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交托仰望，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起立来吟上迎，圣诗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当咱着要领受主耶稣基督，诚做咱生命中的护理，转到咱的厝，过一个护理圣洁的生活，
为主来用，为主做水的见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叹、信心的做工，甲恁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声温，强受切欠。